加拿大其实我们这条线已经走很久了，好几年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麻豆文旦的品质受到华侨的认定，所以每年我们都有固定2柜出加拿大，但我们出的超市是华人超市，对不对？都是我们华人买。那我们的文旦到那边去，因为华人他还是有一过那个中秋的习惯，华人对我们麻豆的文旦的品质相当的肯定。我们每一年的那个，比如说那边的通路，他们回报我们的消息。都是很好的、很善意的。这一次风灾那虽然有落果，可是因为后续持续果园的管理目前的品质跟以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采收到那个中秋节距离够时间够所以池水充分的话，那品质跟以往是差不多的。今年其实风灾之后大概打落了18000多公吨，所以剩下它还是有6000多公吨可以做采收了。经过大家的努力之后，这些落果都已经做完清除，我们再开始做一些剩下2层之前的展售，也希望说全国的民众要认为麻豆还是有文旦的，那也希望大家踊跃采购。其实，在销售端里头也是怕说物价太高，造成大家消费者的疑虑。台湾除了麻豆做文旦，还有那个斗六那边文旦，还有鹤冈文旦，其实尤其麻豆采集是最初，所以呢，它不管价格太高，也是怕到市场遇到冲击。所以我们这些果农其实之前议的价钱，我末端售价其实贵微调，其实没有贵很多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封柜，台南文旦赢家了，加拿大。我们还是在农民的努力下，努力抢救下，还是有麻豆文旦可以做外销。所以说，我们第1柜的麻豆文旦要行销到加拿大，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不管是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还是加拿大的外国人，其实都很希望能够品尝到最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那除了加拿大之外呢，我们东南亚的部分也会加强行销，能够让麻豆文旦越来越多人这个喜欢，越来越多人知道。那有人说，那这样的国内的朋友怎么办？当然，国内的朋友我们会尽量满足，但是把销路打开，消费群扩大，那将来更大的盛产期的时候，麻豆文旦就可以充分的适应，借着外销来带动内销，也可以让农民的这个收入以及更多的消费者的权益获得确保，这是双赢。农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品尝优质的麻豆文旦，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好，是君家，欢迎收看9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花甲山风台持续靠近台湾，不过22号全台湾大多数县市依然正常上班上课，也未第2警戒。只是21号暗时，竟有民众假担市长黄伟哲的头上发文讲台南明仔载放假，对此刑警大队马上展开调查。对此，市长嘛表示，面对这款散播灾害谣言加无实在消息，上悬当处1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跟生笑。当全民努力关心花甲山风台侵袭台湾的动态消息，预估22号到23号影响上大。不过，当22号全台多数县市也未列入警戒范围，维持上班上课时。今年21号暗时，有人伫网络给市长黄伟哲头上发表台南明仔载放的消息，这款谣言甲无实在内容，但市刑警大队已经掌握特定的对象，依法侦办。在社群平台，网友假冒本市黄伟哲市长头像发布台南明天放假讯息，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属不实讯息。本大队已掌握特定对象，将依法侦办。市长黄伟哲伫发现头上被冒用，除了报警处理，第一时间嘛发文澄清，一定是以市府公告为主，同时依照灾害防救法传播这款假消息，上悬会当处1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跟生笑。当然新闻军事采访报道。
当面对画家沙强烈风台，南区区公所特别举办里长防灾事受证仪式，37位里长全数完成防灾培训，并且由民政局长甲灾害防救办公室参与正式受证，要让南区成为防灾上坚强的后盾。台南地区因为7、8月份受到丹纳斯风灾甲着好大雨的影响，虽然灾害真歹完全来避免。但会用个透过专业的训练，甲着跨域合作，有效来降低损害。台南市南区区公所伫个7月份举办防灾式的训练，唔定里长、里干事，还佫有邻里的职工，共同完成防灾式的训练。其中全区37位的里长拢完成。上午由民政局长江林煌亲自来受证。这一次在民政局的补助之下，在7月26跟27号2天办理了一场南区防灾式的一个训练。那参加的成员包括有我们37位里长，那还有我们的里干事、我们的邻里志工、自主防灾社区的所有相关的一个成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防灾式的一个训练，让我们的防灾量能够更加提升，也希望透过我们里长这样子的一个种子教师，在各里能够更加把所有的志工们把它加入到防灾式的这一个训练里面，让我们未来南区在防救灾这一个区块能够更加强大，量能够更加提升。防灾式主要的话，在灾前当然我们会有一些相关防救灾知识的一个加强。那像这次花架沙台风来临前，那我们的防灾室也会透过我们的里邻，我们相关的一个志工来加强做一个防救灾的一个巡视，包括我们的侧沟，包括我们的一个抽水站，还有我们的路面哪边有需要加强去做一个避免日后的一个积淹水状况，都是防灾室相关的一个未来工作。伫个区长、局长甲伫灾害防救办公室的参与等人的见证下，区公所嘛特别定做防灾师的专业的外套，伫个典礼当中同齐来颁发，并且肯定里长伫个完成防灾式的训练以后，会用个发挥社区防救灾体系专业角度。尤其即届花架沙风台佫接近，希望防灾师会用个结合邻里之间加强来巡视。发挥社区灾害应变甲着自救的能力，共同守护南区的安全。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过去去坐路桥，拢是为着学生通行安全，毋过因为年久，桥梁已经变成危桥。为着民德高中进前的民德路桥，伫19号暗时的正式拆除。另外，也有3座学校进前的路桥，嘛将伫年底拆除。技术议员嘛要求路桥拆除以后，需要有配套来保障学生的安全。19号暗时，西门路段开始管制，调车进驻，准备开始民德路桥的拆除作业。这座路桥伫咧北区有37栋。曾经守护民德高中学生上下课安全，是未少人的共同回忆。因为年久失修，而且有安全疑虑，随着桥体下海迄一刻，正式今日历史。平常放学的时候就会走路桥过马路，这样就不用等红绿灯，也比较快。有时候走过去就会撞到天桥的柱子。如果有人是从那里走路来上学的话，应该就有影响，但不多。时代的变迁呐，及交通的一个整个的改变，那这个天桥的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治安的死角，以及整个一个环境上已经不再有那么好的一个便利性。早年台南市区的人行路桥大约有34座，过去的设计思维是人爱让车，因此大量兴建天桥、地下道，对着坐轮椅也是需要无障碍通行的族群相当无方便。即马转以行人优先为原则，调整都市设计，让道路更符合使用者需求。希望说在整体的在路桥的消失之后，但是也让行人的部分的安全性也会去兼顾。所以也会做这个安全岛的一个加装，同步规划通学步道，建立友善人行空间。后续公务局也预计于今年拆除
使用率低的人行路桥。工务局表示，已经要规划拆除4座老旧列车使用率低的人行路桥，包括着东区新立国小头前的怀温桥、北区开元国小头前的开元天桥，甲大港国小头前的念青路桥，预计伫咧年底进行完成。台来新闻所在采访报道。由南区区公所主办的四群新红树林水上市集，20号伫四群新码头盛大中场，活动当中领导是强棍，市长吴伟霆嘛出席，甲市民共同见证这场全台湾第一个结合海上、陆上主题水上市集。盛凡启航，浑身尝试水上市集正式启航。四群新红树林水上市集活动迈入第2届举办，参与领导活动内容更新以往，规划水上市集甲陆上市集。伫水上市集部分，民众会当搭乘观光船，近距离采港在地特色产品，体验船顶购买趣味。陆上市集则是有50单特色单位，提供丰富在地美食甲文创商品。市长吴伟霆嘛亲临现场，甲民众同乐。让南区的四昆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体会，尤其它由这个竹筏来游程来带动，那不仅是附近的水上人家，或是有水上的这个摊商都蛮不错的，所以值得大家来。现在暑假已经走过去了，但是在秋天很多很棒的朋友，那未来也可以考虑由学生学校来举办那种校外教学，来体验那种竹筏的这个风情，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四昆生来参加我们水上市集的活动。除了市集以外，主办单位嘛有规划真侪体验单位，让亲子家庭伫趣味当中学习海洋保育知识。伫舞台区嘛有邀请侪组音乐团体轮番演出，同时嘛有规划昆生寻觅定向越野，甲红树林生态观光船导览，让参与民众透过互动体验，更加深入认识四昆生的自然甲历史。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基北响应国际湿地整理，伫基北博物馆举行市集，推出结合庙宇文化加健康教育的头脑聪明签，以及结合社区资源的社会处方签，伫欢乐的趣味当中，希望打造湿地友善的社区。社区中辈再来开场表演，相当有活力。基北病院邀请台南市政府湿地友善组织等单位举办湿地前预防以及关怀主题活动。除了表扬湿地友善志工甲单位，也搁规划健康促进、脑力挑战、营养活动等单位。其中还有抽结合保健常识的签诗。预防湿地做成15个签，那这每一个签都是一个高风险因子，所以我们就让长辈也是要非常诚心的拜拜。拜完之后呢，按一样的所有的拜拜程序都一样。拜完之后，他就来抽一支签。台南高龄人口比例大当升悬，推高永康、仁德两区已经有超过4000名湿地人口。病院对2019年开始推动湿地友善社区，今年经拓展到仁德区，要互照护落实在地化、生活化。失智症的病人必须要走出家庭，必须要走入社区，那么他在我们的社会处方签底下，他来跟人群来做接触，来做互动，
动动脑、动动心，那么这样失智才不会恶化。预防甲照顾失智症已经无搁限制伫咧医疗院所，建当媒合基本场所、观光工厂等资源，推动非药物治疗的社会药单，让失智患者伫咧实施安全的环境当中社交互动，会当延缓认知功能退化，降低有助风险。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迎接中秋节，市长委托推动在地优质农特产，日前在市立图书馆举办中秋展售会，会中总共有15间农协会甲小农来小单位，配合图书馆的馆庆，现场是热闹滚滚。由市府农业局举办难得极品中秋展售会，9月22日2天，伫台南市立新图书总馆来举行。现场总共有15间的农协会甲小农来设档，贩售中秋相关的冬季水果，有文旦、芭乐、花龙果等。市长王伟体嘛特别前往试食，甲选买。在中秋节的时候是送礼的大月，那很多好朋友都选择在不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中秋的时候，1年3节很重要的，或是当初的这个端午节，1年3节重要的送礼季节。但是呢，很多人都送一些进口的舶来品啊，什么进口水果。我跟各位保证，进口水果绝对没有我们台湾的水果好。尤其我们的这个是已经试过了哈。我们去国外参加这个食品展的时候，国外都对于我们台南的水果以及农特产品非常非常的惊艳，非常非常的喜欢，订单接到手软。所以呢，如果外国人都能懂得欣赏我们台南好吃的农特产品之外，如果其他台湾各地的优质的消费者都能够了解我们台南的独特的非常好的农特产品之外，为什么我们台南自己的市民不会知道呢？应该也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努力加强宣传，让更多的好朋友不仅是柚子或者其他的农特产品，包括芭乐。市府农业局表示，难得极品是台南市农产品品鉴的标章，强调在地生产、食品的安全以及会当追溯性，透过严格查核机制，精选出上优质在地农特产品。现场市长嘛，甲伫摊商的业者同齐来制作饼皮月饼的手作 DIY， 配合图书馆的馆庆活动，现场热闹滚滚。接续9月26日，伫新年的明治市政中心，还有一场的展售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千万袂用的来错过。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每到中秋，发起文旦礼盒买一箱捐一箱的淡市百业国际药证协会，今年台南虽然受风灾冲击，文旦的产量大减少，不过协会有缘结合马克先生等有志的力量，捐赠1000克有文旦有饼类的中秋礼盒，除了小田农民嘛关心弱势家庭。每到中秋，总是当看到淡市百业国际药证协会公益行动，因为因结合济民大家有志，发起文旦礼盒买一箱送一箱的行动，已经连续5冬。今年虽然因为风灾甲豪雨造成文旦大减少，不过因甲马克食品合作，换一个方式改捐赠有文旦甲饼类的中秋礼盒。连带对过去750克增加到1000克爱心，真的很舍不得。有些都是他们一整年就是靠麻豆文旦收成，然后再来过接下来一整年度的一个生活哈。那当然我们有感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就会号召大家一起更加的关怀。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是捐赠750盒，好，那今年是第5年，那又因为风灾的关系呢，我们就扩大到捐赠到1000盒，那增加这200盒，我们就是针对西北区、台南市西北区的一些弱势受灾户来做一些关怀。我们身为台南成长的一份子，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意义，那也很荣幸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些弱势团体，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温暖。为了感谢所有善心企业的小天，市府社局嘛特别举办捐赠仪式，感谢因兼顾农民甲社会弱势心。市长王伟体嘛专程出席礼仪，场面温馨。有各位我们体会到了志工的社会及社会的爱心，像各位一样
来捐赠给这个社会弱势的人、中低收入户啦、独居老人，这些都是需要各位的帮忙。特别的谢谢，感谢各位的付出。那我相信这个好人有好报，各位都是做善事的人最美丽。观众会中所有参与中秋爱心行动的团体甲善心人士，嘛一一接受社会局长回敬感谢中，展现台南社会温暖。百业给我们的支持跟对于所有人的照顾是这么细腻，非常的感谢，这是第5年了。社会局表示，民众若有物资的需求，关键或者是工业白带相关问题，拢欢迎联系社会救助科。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大港经友会理事长曲丰泰号召经友会企业顾问、联合议员蔡立青共同来做爱心，伫中秋节进前发送安南区给受理好的礼金甲油碗礼盒。会中并安排义诊甲抓铃，提前予大家感受过节的温馨。台江经友会在不在？台港经友会顾问团是一群热心公益企业主，长期出钱出力支持警察局各项活动。今年中秋，大家有志一同，想要为社会公益尽寡济力量，特别发起中秋节爱心公益活动，聚集大家力量。做伙发送安南区家受理好中秋礼金以及礼盒啊，希望让弱势家庭感受到温馨的佳节气氛。谢谢蔡立青议员的团队以及各位三分局的兄弟们，可以促行这次台江警察事友会捐助给大安南区低收入户的1、2期的350位的居民们，祝他们祝一个温暖的中秋佳节。感谢咱台港经友会邱宏泰董事长以及咱家所有爱心企业，甲咱派出所所有的长长吼，这个中秋节呢，这个团圆，这个亲人团圆欢乐的气氛里面，可以想到社会上有一些弱势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没有办法好好过节的这些人，然后来出钱出力，不止发放这个柚子礼盒，还发放红包，所以今天所有的乡亲真的非常的开心哈。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曼都发廊跟太和堂今天在这边做义检跟按摩，给我们所有乡亲最好的服务。不止民间支持，政府单位嘛是万分肯定。安南区长魏文贵以及警察局第3分局长陈英昌也拢共同出席支持活动。在这里，首先感谢我们邱董事长所带领的我们的台江警友会的团队，能够投入来帮忙安南区的弱势。那第二呢，我们今天除了发放物资跟现金以外，我们也整合了我们的义检跟按摩的服务哈，那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蔡立青议员的团队来帮忙协助整合这些服务。那我想，安南区这里的人口逐年增加，而且快速成长，那相对的弱势的比例也是有一定的增加，所以呢，区长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江警友会的团队，也感谢我们蔡立青议员的团队。能够来帮忙安南区来服务这些弱势，让这些弱势能够过个中秋佳节。除了发送红包甲油啊，曼都发廊甲太和堂嘛伫现场为民众免费服务，让所有来到现场弱势家庭拢特别欢喜。议员蔡立青表示，每到佳节拢是亲人团聚的欢乐日子，会当伫这个时刻关怀独居老人、弱势家庭以及经济困难家庭。让大家会当快乐度过佳节，也让社会更加侪温暖甲爱。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鼓励民众落实健康家己优先地球的精神，立法sen署甲新营区公所合作，举办第1届对着合作健康行活动。20号日透早登场，就去数百名民众热情响应。随着永续生活理念渐入人心，社会大众对着环境优先甲健康生活概念嘛愈来愈重视。为号召更侪民众加入健康家己优先地球的理念目标，立法sen署甲新营公所合作办理第1届对着不做健康走活动，由回乡文创规划执行，首届举办就吸引真侪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市长王伟哲、民政局长江林煌、
新营区长陈宏田、议员沈家凤、蔡友辉也拢到场，陪民众健康起行。跟着佛祖健康走 ，Go Go Go！ 今天我们跟着佛祖健康走，一定要走出健康，快快乐乐，好不好？好。因为等一下7点10分就要开始了，所以说赶快打下热身一下哈，能够快快乐乐的有一个很好的周末。市长很祝福活动圆满，也感谢我们圆通师，感谢传会师各位师傅大家办这么好的活动。妙法神师主持圆通法师表示，这次是新营妙法神师首次办理建造活动，得到大众热烈支持，可以非常的感谢。今仔是咱妙法禅师新营妙法禅师第一遍来办这个建造的这个活动，得到大家热烈的支持，非常的感谢。人讲佛祖讲，咱咧修行是要伫咱这个咱咧行住坐卧当中去来修行。所以讲咱今仔建造唔那是咧健康的走也是一种修行。咱有法度为这个建造，咱行出咱的健康，行出咱的智慧甲慈悲。行出咱的，互咱这世界，互咱这国家拢会使和平。建造活动特别请到艺人亮泽担任陪走大赛，宣传健康运动的美好。不少婆婆妈妈看到艺人出现，拢惊喜万分，抢着要合影，成为活动中另外一个焦点。第一届得到不走健康走，路线规划新营绿川廊道，让参与者伫暗然环境中亲身体验运动的自在甲美好。并进一步认识在地自然景观，同时推广素食理念，传达自然饮食，守护健康，爱护地球的价值，希望带动民众养成健康习惯，支持环境永续。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